自今年4月起咧，任何人均禁止喺香港公眾地方管有電子煙、煙彈、加熱煙、胭脂等指明另類吸煙產品，否則屬於違法行為。法例生效接近1個半月以嚟咧，政府回覆我嘅口頭質詢嗰陣時就話，截至5月底咧，控煙辦發出咗51宗定額罰款通知書入邊，當中涉及1宗非本地居民。民建聯係肯定控煙嘅大方向，但認為亦要顧及唔同地區旅客本身嘅習慣同埋生活模式。因此我哋建議政府要喺社交平台口岸或者嚟香港嘅交通工具上邊多啲宣傳香港禁止另類吸煙產品嘅新法例，提醒旅客避免誤導法網，影響佢哋嘅旅遊體驗。同時我哋亦發現有一啲加熱煙網上廣告宣稱可以美容嘅效果，誘導青少年吸食。民建聯樂見政府針對呢啲現象，會同學界合作喺校園加強宣傳，糾正呢啲錯誤嘅價值觀。